迎使用斯拉網電話格價服務，商品條碼格價請按1字，開啟監視表請按5字，離開請按9字。請輸入商品條碼然後按獎掣。正在處理中，請稍後。出前一丁五香牛肉麵100克，抵買價港幣3.25元。最新報價2009年4月13日百佳超級市場港幣3.25元。以下是售價最便宜的報價。2009年2月9日惠康超級市場全線港幣2.8元。以下是售價最貴的報價。2009年4月9日華潤萬家便利超市港幣3.7元。2009年2月26日明記超級市場港幣3.7元。商品條碼格價請按1字，返回主目錄請按2字，離開請按9字。多謝使用斯拉網電話格價服務，再見。